台南新老病院药剂内科医师王廷义表示，血压控制目标会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有一寡无同。以慢性腰子病人为例，建议血压控制伫130、80以下。但如果病况稳定，伫120甲80以下，对着心血管的保护效果会更好。高血压要控制，除了药物，另外医师嘛建议一寡非药物的血压控制方法，包括对饮食、甲生活习惯，甚至运动来做起。像我们目前会建议血压要控制在130/80以下，这样对我们的心脏、肾脏保护效果都会比较好。那如果说，我血压稍微高一点，135到140，那就会有人问医生，我一定要吃药吗？其实我们会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帮助降血压，包括饮食啦、生活习惯啦、运动啦，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。那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我们会建议你要做低盐、低油饮食。那另外呢，要吃多蔬果、少肉食，少吃一些饱和性脂肪酸，像是一些猪油啊、牛油啊、炸物这些，这些比较容易让我们血管硬化的东西，我们就尽量避免。那再来也要多运动，运动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建议150分钟以上。那这个运动量必须要是中强度的。那怎么定义中强度呢？因为你很难去做评估，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先选择会让你稍微会喘、稍微会流汗的运动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再根据你自己的状况来做调整，这样子。医师除了提供量血压的法则，另外对着一般人认为食高血压的药啊，是不是会伤身体？医师强调，高血压的药物袂伤着腰子，但如果血压控制无好，才是伤腰子真正的原伤。因为腰子内面有真侪小血管来构成，当血压偏高，血管壁就容易来变高，造成血管变矮，最后会造成腰子的组织缺血来坏死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